相連保單裏面，可以借助專業嘅基金管理，將資金放喺一個多元化投資組合裏面，從而達至想要嘅投資回報。投資相連保險亦都相對有佢嘅風險，因為投資嘅表現並冇保證，可升亦都可跌，表現直接同所揀嘅基金表現直接掛鈎。通常呢一種保單有一段時間，維持最少5年，各項期初費用會集中喺初期支付，所以如果太早贖回張單，可能會衍生較高嘅退保費用，所以時間係其中一個重要嘅考慮因素。跟住落嚟，我哋會睇下投資相連保單同埋傳統有保證嘅保單，或者有利潤保單有乜嘢分別？所謂有保證嘅保單，或者叫做無利潤保單，亦都可以叫做不分紅保單，其實就係傳統嘅定期壽險，冇紅利分嘅儲蓄或者終身壽險。呢一啲保單唔會有額外嘅紅利分派，但係有利潤嘅保證或者分紅保單，就好似我哋依家買開嘅分紅終身或者儲蓄壽險咁，意思即係保單持有人有權分享保險公司嘅盈餘，而英國式嘅保險公司就會採取紅利制度。總括翻投資相連同埋傳統人壽保單嘅比較，可以透過以下唔同嘅部分去做比較，包括投資回報、投資嘅風險、投資選擇、保費嘅繳付、死亡保險金或者死亡保險金嘅選擇、局部退保、現金價值同埋證監會批核情況。喺你嘅書本或者筆記裏面都會睇到有一個好詳盡嘅比較表，其實就係將我哋之前所講嘅投資保單同埋傳統保單比較，用表列嘅形式已經寫好咗出嚟，可以用呢一個表格做參考。喺香港，投資回報係唔需要繳付資本增值稅，所以投資相連保單得出嚟嘅回報都係免稅。至於海外嘅居民，就因應佢所屬嘅國家稅務條例，可能就要收稅款。喺介紹呢啲壽險產品之前，我哋一定要先了解個客人嘅財務需要，包括客觀資料或者係主觀資料。所謂嘅客觀資料，其實就係包括咗客人一啲個人狀況，比如佢嘅資產負債狀況、現金流量、有冇保險等等。資產負債狀況即係資產同埋負債嘅差數。呢個差數就係客人嘅淨資產，就住客人淨資產衡量，到底客人風險嘅承受能力、保險嘅需要有幾大，或者佢會唔會有需要啲按揭嘅保險，又或者係承擔保費嘅能力等等，呢啲我哋都統稱佢做客觀嘅資料。咁至於主觀嘅資料就係牽涉到客戶或者係投資者佢個人嘅取態，比如係財務目標、壽險需要嘅優先次序。投資目標係長線、短線定係中線？佢嘅價值觀，或者佢希望攞到嘅回報嘅態度同埋期望係乜嘢？佢承受風險嘅能力，呢一啲主觀資料就係隨住客人唔同嘅年紀或者係人生歷程都會有所改變。咁所以呢啲我哋都係喺銷售投資相連保單嘅時候需要了解嘅一啲資料。另外，銷售過程裏面，我哋必須要向客戶解釋以下呢一啲重要嘅資料，包括投資時限、主要銷售刊物同埋說明文件、有關產品嘅風險、特點同埋收費上面嘅事情。所謂投資時限，投資相連產品唔應該視為係投機產品。當保單持有人着眼係長線投資，而長線係講緊5年或者以上，呢啲產品先至係適合。中介人係有義務，如果張單提早贖回，可能要支付好高嘅贖回費或者係退保費。除咗要令到客人理解到投資時限之外，中介人需要攞住主要銷售刊物同埋有關退保說明文件俾客人參考。證監會規定，售賣呢一啲產品必須要遵守同投資者有關嘅人壽保險計劃守則。喺守則裏面聲明，銷售過程裏面必須要披露嘅資料有詳細嘅規定，其中2份文件必須披露。第一份就係主要銷售刊物，另外一份係退保說明文件。產品風險亦都需要留心。喺投資術語嚟講，風險就係投資個期末價值有關嘅不明朗因素。投資相連產品，客人可以選擇佢認為適合嘅基金，投資回報完全係取決於佢所揀選嘅基金，而且嘅保費靈活，亦都帶嚟幾好嘅特點。
喺銷售投資相連產品嘅時候，需要發出一份切合近期發展嘅主要銷售刊物，其中嘅資料應該足以令到客人就建議嘅投資作有根據嘅決定。成本刊物其實入面包括咗好多唔同嘅內容，比如係計劃嘅名稱、參與各方、投資回報、一啲收費嘅項目、投資嘅目標或者係限制、借款能力，同埋最重要係有份組成文件裏面嘅條款概要。除此之外，本刊物入面亦都會提到一啲守則，包括係申請退保程序、冷靜期、關於投資上面嘅法律、稅項等等嘅事項，同埋呢一本刊物嘅出版日期。日期係相當重要，因為唔同嘅日期可能喺收費項目或者係條款都有所唔同，所以客戶喺投保嘅時候係需要知道收費或者係條款係根據邊一個版本嚟到運作。最後就會有責任聲明同埋認可聲明，都會喺刊物裏面有詳細列明。其中喺咁多個項目裏面，其中要注意冷靜期係由邊一個機構提出，答案就係保險業聯會屬下嘅壽險總會。冷靜期嘅時段為將保單交付保單持有人或者係代表之後，或者係將通知書發予保單持有人或者其代表後起計嘅21日，以較先者為準。喺冷靜期期間，如果客人真係詳細考慮過，覺得張保單唔係咁適合，佢就可以向保險公司提出取消嗰張保單，同埋取回已經繳交嘅保費。但係要留意，保險公司將保費退回嘅時候，有權扣除市值調整嘅部分。市值調整只可以用嚟計算對現貨同時可能出現嘅虧損，而唔會計算合約所涉及嘅開支同埋佣金。保險公司需要喺主要推銷刊物裏面向客人披露市值調整安排，用詳盡資料說明計算市值調整嘅基準。中介人亦都需要遵守公司嘅內部指引，公司有義務去制定內部監察措施，為客戶明白冷靜期嘅權益。保險公司會制定內部監控措施，去確保喺保單簽發後9日內將保單交俾保單持有人。同時喺保單簽後9日內發出通知書俾保單持有人，通知客人領取保單以及冷靜期嘅屆滿日。客戶購買投資相連保單嘅時候，可能有機會將現有嘅保單終止，甚至乎減細嘅保額。喺呢個時候，中介人必須要求客戶填寫客戶保障聲明書。呢份聲明書成立嘅目的係查證翻客人係咪喺一個自願嘅情況下做轉保，定係話可能俾一啲代理或者係經紀失實，又或者係唔詳盡嘅比較，誘使客人轉保。咁所以呢一份聲明書就係要確保翻客戶完全明白轉保嘅後果。喺客人填寫客戶聲明書之後，保險公司會保留聲明書嘅正本，副本就會隨住張保單交送俾個客。然之後亦都會喺發出新保單之後計7個工作天內，將另外一份嘅副本交俾被取代保單嘅保險公司，以作為一個記錄。另外，有幾項常見嘅不專業行為，中介人都應該盡量要避免，其中包括失實陳述、誘導轉保、回佣同埋詐騙。失實陳述所講嘅係中介人蓄意作出誤導性嘅陳述，嚟到誘使個客戶購買保險。例如話俾個客人聽，投資嘅回報係有保證，而實際上根本就冇呢一個保證。咁呢啲都足以構成失實陳述。除此之外，誘導轉保，所謂嘅誘導轉保就係話，當個中介人作出一啲誤導性嘅陳述，又或者係蓄意唔披露某啲嘅事實，又或者係作出一啲唔真實嘅比較，個目的就係希望誘使投保人將現有嘅壽險轉換為另一份嘅壽險，因而蒙受損失。除此之外，所謂回佣就係喺我哋嘅佣金裏面回贈一部分俾準客戶，目的係要誘使佢購買新嘅保單。而所謂詐騙就係作出一啲虛假嘅陳述或者係聲稱，故意隱瞞一啲資料，令到可以去欺騙保單，又或者係欺騙保險索償等等。比如話，個中介人蓄意隱瞞客戶有關健康嘅狀況，一啲病歷資料，目的係可以令到佢可以買到呢一張保單，呢啲已經構成詐騙。除咗要提供主要銷售刊物之外，保險公司必須編製退保說明書。呢份文件所載嘅退保發還金額，
必須係要根據按照最高佣金計算方法同埋最低保險費要求而訂立嘅合約年期計算。喺任何情況下，保險公司喺投保單簽訂之前，必須向保單持有人提供說明書，供其參閱同埋簽署。保險公司必須說明退保發還金額。如果保單持有人喺合約頭5年嘅每年年中及其後直至該合約屆滿嘅期間，喺每個第5年贖回其投資，則喺扣取所有有關費用之後，投資者可以取得嘅款額。保險公司必須要基於2個唔同嘅假設回報率，低者唔高於每年5%，高者唔高於每年9%，嚟到計算出退保發還金額。除此之外，亦都有一啲規定聲明。呢啲聲明大家會發現喺唔同嘅公司都係非常相同，因為呢一個係政府嘅規定嘅最低要求。呢啲聲明包括咗以下嘅假設比率，只係作說明之用，並唔係一項保證，或者按照過往業績為基礎，所以同實際嘅回報率可能會有差別。保險公司每年都會向保單持有人發出2份報告。第一份就叫做保險結算單，第二份叫做基金業績報告。保險結算單最少每年俾一次客人，咁幾時俾呢？可以有2個選擇，可以係保單周年之後嘅30日之內。另一個做法就係唔需要因應客人嘅保單周年為準，而係選擇喺每年嘅年尾，比如係12月31號嗰日，每年度嘅結算單日期都應該一致。喺呢一份保險結算單上面，其實會有好多有關保單價值嘅內容列咗喺入面，比如話翻俾個客戶聽，開始嘅時候單位數量，期間買出買入嘅數量，或者到最終期末嘅時候個單位數量係幾多呢？喺呢一段時間裏面收嘅費用、收取嘅保險收費，或者喺保險結算單到期嘅時候個死亡保險金額水平、個退保價值，或者有冇任何未償還嘅貸款等等，全部呢一啲都會喺呢一份嘅保險結算單裏面一一列述翻俾我哋嘅客戶知道。至於另一份嘅報告呢，叫做基金業績報告。顧名思義，基金業績報告嘅作用就係概括咁話翻俾個客戶聽嗰個基金喺過往1年裏面嘅表現，而且重點話翻俾投資者聽個投資策略有冇改變等等。基金業績報告要包括以下嘅資料：基金經審核財務報表摘要，基金當年淨投資回報同前5年或者以上投資回報比較，截至報告日期基金所持有嘅投資一覽表，當年向基金收取任何費用，以及一份關於自上次報告以嚟基金投資目標同埋取向嘅任何變更，投資限制嘅任何變更，或者係基金投資顧問嘅任何變更報告。第5章，香港嘅規管架構。喺呢個章節裏面，考試會出8條題目，主要會同大家探討一下有關香港保險業裏面嘅規管事項。喺規管上面，值得一提嘅就係保險公司條例。相信大家都知道呢一條嘅條例其實係主要監管喺香港經營嘅保險公司同埋有關嘅保險中介人。保險業監理專員被委任為保險業監督，專門負責去執行保險公司條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係根據當時嘅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成立嘅獨立法定機構，佢嘅職責係負責監管證券期貨業以及鼓勵同埋促進該等市場嘅發展。受監管活動包括第1類證券交易，第2類期貨合約交易，第3類槓桿式外匯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第5類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第7類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第8類證券保證金融資，同埋第9類資產管理。從事向公眾推廣、邀約或者係銷售投資相連保單嘅保險中介人，一般而言，無需因該等特定活動就證券提供意見，即係第4類，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發牌。另外，如果中介人為保單持有人就其選擇嘅投資相連保單嘅相關基金提供意見或者建議，亦都無需獲得第4類發牌，因為喺施行證券及期貨條例時，投資相連保單中嘅權益
不被視為證券。如果保險中介人參與同埋執行就證券提供意見或者證券交易業務主體部分嘅職能，則佢哋就需就履行該等職能獲得證監會發牌。證監會嘅主要法定規管目標包括維持證券期貨業嘅公平性、效率、競爭力、透明度同埋秩序，提高公眾對證券期貨業嘅了解，向投資者提供保障，減少證券期貨業內嘅犯罪行為同埋失當行為，減低證券期貨業內嘅系統風險，以及協助財政司司長維持香港金融嘅穩定性。跟住落嚟，我哋睇下有關保險法例、守則同埋指引。保險公司條例嘅立法意圖其實係包括幾方面，例如係規管保險業嘅經營，規管保險中介人。另外，亦都要就委任保險業監督訂定條文，亦都要授權保險業監督向保險人同埋保險中介人授權進行干預嘅權力。保險公司條例亦都規定，保險人同埋保險中介人向保險監督提交財務報表同埋其他資料。最後，當然就附帶或者相關嘅事宜訂定條文。喺保險公司條例中，對保險公司有多項嘅嚴格規定，其中包括對保險人嘅授權、資本方面嘅規定同埋有關償付準備金嘅規定，亦都要確保董事同埋控權人符合適當嘅要求，同埋保險人必須要購買足夠嘅再保險。保險代理管理守則喺法律同埋專業上都好重要，其內容包括甲至到庚7部分。考試有可能問一啲有關嘅詞彙，例如睇到條例呢兩個字，其實就係講緊保險公司條例。保聯係指香港保險業聯會，委員會係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保險代理商係指非個人保險代理人。而保險業務範圍則是保險公司條例內界定的一般及或長期保險業務。其他嘅詞彙仲包括保險公司、受保險公司條例規範嘅保險人或者係勞合社、負責人，指單獨或與其他人士共同負責處理該保險代理人嘅保險代理業務嘅人士。最後，業務代表方面，則係指就保險事宜代表保險代理人向保單持有人提供意見，或者代表該保險代理人喺香港安排保險合約嘅人士，但係唔包括保險分代理人。而對於呢個守則所作嘅解釋，不得抵觸條例。若果有任何抵觸之處，需以條例為準。至於月報一般原則方面，就係解釋有關委員會嘅職責。委員會主要係負責確認委任或者係撤銷確認，並且轉介投訴俾保險公司處理。委員會係聽命於保聯。一般原則內亦都指出，保險代理管理守則英文或者中文版本嘅展釋均受釋義及通則條例約束。兩個版本之間若果有任何嘅分歧，取決於保聯嘅最終決定。丙部嘅規則就包括負責人及業務代表必須確認取消佢哋嘅登記，通知保險業監督有關嘅安排，解釋清楚保險代理對佢哋應負嘅責任，負責人應負嘅責任同埋終止佢哋嘅委任需做出嘅考慮。除此之外，要確保保險人提供訓練，令到保險代理根據條例同埋守則嘅規定履行職責。至於丁部就會介紹有關事務嘅程序，包括登記冊嘅儲藏同埋擺放，申請確認登記人士之委任同埋登記程序，決定適當人選準則嘅程序同埋投訴，處理上訴嘅過程，以及向保險業監督提交報告所需要注意嘅事項。喺守則嘅下一部分，佢就會同時提到有關適當人選準則。所謂適當人選，大家都要知道，做代理人、負責人或者係業務代表，理論上都必須要符合一啲最基本嘅標準，睇返佢哋嘅資格係咪滿足最基本嘅要求，以及其他方面嘅注意事項。己部方面係要介紹標準代理合約嘅最低要求。庚部就係提及登記人士嘅操守，例如當中強調從事一般保險業務同埋受限制嘅旅遊保險業務之登記人士嘅操守，以及從事長期保險業務之登記人士嘅操守。
登記人士不得出任保險經紀。而保險代理管理守則第63條指出，除非獲得豁免，任何人士如果欲登記從事長期保險，包括投資相連長期保險業務，佢哋必須通過以下3科嘅資格考試：保險原理及實務、長期保險及投資相連長期保險。中介人喺銷售相連長期保險嘅時候，需要向客戶解釋呢一張單係一個長遠性質，以及提前終止合約或者係退保嘅後果。如果保單提供參與利潤分配或者係屬於投資相連，必須要解釋保證收益同埋預計收益嘅具體分別。舉例說明預計收益嘅時候，必須要解釋例子嘅各項假設，包括派發紅利或者股息，以及說明保單持有人並非必然享有該等預計收益。如果保險計劃屬於相連長期保險業務，必須解釋單位值同保單持有人嘅收益可能有波動。除非獲得保險公司或者係委任保險代理特別授權，否則洽談保險計劃嘅時候，只可以使用保險公司或者保險代理提供嘅銷售計劃同埋數據例子，以及必須使用有保險計劃嘅整體說明，不得另用他例，亦都唔可以另加資料，或者係只係選擇有利嘅部分作為洽談之用。同埋，如果獲得保險公司委任，保險代理授權自行準備某啲數據，咁只能用獲得保險公司或者委任保險代理授權認可嘅假設嚟到準備有關嘅說明。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指引就3方面做出指引，包括違規行為指引、保費處理指引，以及保險代理人、負責人及業務代表嘅登記生效日期指引。其中一項係有關違規嘅行為指引，我哋係唔可以要求我哋嘅客戶填寫任何空白嘅表格。如果客人喺表格上面有任何嘅改動，應該刪咗佢喺側邊加簽作實。咁如果保單持有人佢想要做任何轉保嘅事情，亦都要提醒翻個客戶轉保有可能帶嚟嘅損失，同埋最重要為個客人填寫翻客戶保障聲明書。保險公司應該確立一個完整嘅系統或者一個監控程序，確保代理人遵守守則。第2個指引就係有關處理客戶保費嘅指引。其實保險公司可以決定接受邊一種嘅用嚟俾保費嘅辦法，不過比較推薦嘅方法係包括咗以保險公司抬頭嘅支票，利用信用卡或者係直接存款或者係自動轉賬等等。同時要留心，如果係支票嘅話，係一定要用保險公司抬頭，保險人係唔會接受用代理人抬頭嘅支票用嚟交保費。第3個指引就係有關保險代理人、負責人同埋業務代表嘅登記生效日期指引。之前亦都提過，保險代理人必須要得到保險登記委員會發出嘅登記確認通知書，先至可以正式執行職務，否則你就會觸犯咗保險公司條例第77條而遭刑事檢控。保險代理最低限度中提到，經紀係指作為保單持有人或者潛在嘅保單持有人嘅代理人，以及喺香港安排保險合約嘅人士。如果要成功成為一個經紀，必須要獲得授權。我哋可以透過保險業監督嘅授權，又加入香港2個保險業監督認可嘅保險經紀團體。只要成為佢哋其中一個會員，同樣咁都可以獲得授權成為經紀。2個經紀團體包括香港保險顧問聯會同埋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喺保險公司條例裏面係清楚寫明，保險經紀嘅申請人一定要係適當嘅人選，佢一定要有足夠嘅資格經驗。除此之外，喺股本同埋淨資產方面，亦都要達到有關嘅要求，亦都要安排足夠嘅專業離償保險，設立獨立嘅客戶賬目，並且保存妥善嘅簿冊同埋賬目。喺香港，有關嘅自律規管團體包括香港保險業聯會、香港保險顧問聯會同埋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有限公司。佢哋嘅宗旨都係確保會員公司獲得公認為信譽超著、經營有道同埋提供優質嘅服務。為咗推行自律規管機制，保聯推出承保商專業守則。
呢個守則係適用於保聯所有嘅一般保險會員同埋壽險會員，並且適用於由香港居民以個人身份持有嘅保單。而香港保險顧問聯會亦都制定專業守則，作為會員日常操作指引。準則指出，會員必須以最高誠信同埋忠實嘅態度經營業務，亦都要盡量置保護嘅利益於首位，亦需要照顧第三者嘅利益。至於會員作宣傳嘅時候，用詞不宜有誤導性或者過分誇張。另一方面，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有限公司所制定嘅會員規則，內容包括會員資格、專業守則同埋監察等。最後係網上保險活動指引，由保險業監理處發表。依家好多保險業務都會透過網上面去進行。呢一項指引包括有以下內容：釋義、服務供應商嘅身份、授權情況、保安措施、客戶資料私隱保障、通訊方式、保險產品嘅銷售同埋第三者網站嘅使用。證券法例同埋專業守則裏面，證券及期貨條例就係為投資產品而設，希望就住呢一啲嘅條例合併同埋修訂有關金融產品、證券市場同埋證券期貨業嘅條文，令到喺市場上面保障投資者所買嘅金融產品、證券產品或者係期貨產品，令到投資者唔會因為一啲唔適當嘅比較而買錯投資產品。集體投資計劃主要有3個共同嘅特徵，包括集體投資計劃嘅參與者對所涉財產嘅管理並冇日常嘅控制。另外，集體投資計劃嘅財產整體上係由營辦該安排嘅人或者代該人管理。參與者嘅供款同埋用以付款俾佢哋嘅利潤或者係收益係匯集嘅。頭先有提過，證監會其實其中一個成立嘅目的就係話希望香港嘅投資市場公平公正，咁所以證監會都成立咗一啲嘅條例出嚟，係避免任何人士喺投資嘅過程當中觸犯法例。根據第114條規定，未經適當發牌或者係登記而經營受規管活動嘅業務，罰例可以係港幣500萬同埋監禁7年。由於投資雙年保單通常係由保險經紀代理銷售，因此鼓勵保險中介人研究同埋學習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同埋與投資者有關的人壽保險計劃守則，確保佢哋能夠提供更優質嘅服務。喺投資邀約方面，根據第103條規定，任何人發出廣告、邀請或者文件，而佢知道該廣告、邀請或者文件屬或者載有使公眾取得投資計劃權益嘅邀請，即屬於犯罪，除非證監會認可或者豁免，否則最高刑罰罰款50萬同埋監禁3年。另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7條，作出欺詐同埋罔顧實情嘅失實陳述，而誘使另一人取得一項集體投資計劃的權益，最高罰款100萬同埋監禁7年。而根據第108條作出陳述時，該陳述是虛假、具誤導性或者具欺騙性嘅，該過錯方式或需以損害賠償嘅方式賠償另一方所蒙受嘅任何金錢損失。至於市場上嘅失當行為，包括內幕交易、虛假貿易、操控價格嘅行為、操控證券市場嘅行為、披露關於受禁交易資料嘅行為，以及披露有可能誘使作出投資決定或者產生重大價格效應嘅虛假或者係具誤導性資料嘅行為。證監會喺2003年3月發表咗適用於在互聯網上宣傳或銷售集體投資計劃的人士的指引。呢個指引應該同證監會發表嘅互聯網監管指引及保險業監理處發表嘅網上保險活動指引一併參閱。為咗配合打擊洗黑錢同埋恐怖分子籌資活動，香港主要執行3條條例，包括販毒追討得益條例、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及
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其實喺保險業裏面，比較常見洗黑錢嘅方法，可以係透過整付保費去買一啲投資債券、年金、人壽保險或者係退休金。買咗之後，不法分子會要求保險公司將啲保費發還，或者一次過俾多啲保費，跟住喺個短時間裏面做退保。洗黑錢可以分做3個唔同嘅階段，包括咗存放、掩藏同埋整合。保險機構第一應該發出聲明，明確指出集團對洗黑錢同埋恐怖分子籌資活動嘅政策，並且通知各分公司、部門或者係附屬公司、全體管理層同埋有關嘅職員。第二，機構應該編定指南，訂明下列事項嘅處理程序：客戶接納程序，對客戶身份進行仔細查證，記錄存備、識別同埋舉報可疑交易。第三，應該遵守相關嘅法例，並且積極促進同執法機關嘅密切合作關係。第四，應該指示其內部審計同埋視察部門。第五，應該定期審核政策同埋程序。第六，應該確保其海外分公司同埋附屬公司知悉集團嘅政策，適當情況下舉報可疑個案。最後係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資料使用者必須要遵守條例中列明嘅6條原則，包括第一，收集個人資料嘅目的同埋方式；第二，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同埋保留期間；第三原則係個人資料嘅使用；第四，個人資料嘅保安；第五，資訊喺一般情況下可提供；第六，查閱個人資料。資料當事人要求在合理時間內，且在支付費用下，以合理嘅方式同埋清楚易明嘅形式去查閱個人資料，要求改正個人資料。好啦，嚟到呢度，5課嘅內容都同大家介紹過啦，預祝大家考試成功。